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大時代交流分享港股市況頻道啊！今日有港股提提你。今日已經係4月18日星期五嘅晚上啦。好開心又可以同大家見面啦。418對我嚟講真係有啲特別啊。Anyway，正正4日節復活節假期，好多人都去咗外邊玩啦，咁甚至上大陸啦。咁你國內睇下羅湖邊界啊、深圳口岸啊、人海，即係多到即係多人到阿媽都冇朋友。anyway 正常嘅，想去大陸玩下啦，因為即係上面食嘢又靚啊嘛，玩又正，咁所以都我覺得得閒放下假去上面玩都唔係即係一件有賞心樂意嘅事嚟嘅嚇。言歸正傳，講翻個市啦。上次開頻道亦都有講到，就係個市冧咗落嚟應該點嘅樣啦嚇。上次直阿 Trump 啦，個傻佬啦，關稅嘅政策就導致到成日全球都跌啦。香港跌咗3100點啦嚇。其實低位係做過差唔多19300呢個位嚇。幸好佢都抽得翻上去啦。去到上個禮拜四咧，抽咗幾日咧就上翻21000點樓上。21000點樓上會繼續上啦。而家就做緊咧21395啊，應該係嘛？呢個位嘅。嚟到呢度咧21395係嘛？嚟到呢度個市會唔會繼續上啦？今日就要同大家去傾下啦。你問我咧，就覺得個市係咪會再大上咧？其實機會咧唔大，因為如果從技術指標或者圖表技術分析去睇咧，亦都唔會咁快上。因為點解咧？呢下跌得太急咧，咁你通常圖表咧都唔會即刻可以急上。所以咧佢會做一啲上落上落上落，先令到嗰個呢啲咁嘅圖表嘅線咧慢慢勾得翻上去。呢啲就叫做即係喺技術指標上叫做橫行整固格局啦嚇。咁嚟緊咧應該咁睇法啦。短期下個禮拜咧個市咧應該我覺得向上嘅機會大啲嘅嚇。因為其實個關稅嗰個即係嗰啲壞消息都出得七七八八啦。你去到200幾嘅關稅嘅 percentage 都可以噏得出嘅。245嘅百分比嘅關稅都噏得出，咁你有咩唔噏得出咧？最衰嘅嘢都講埋啦嚇。除非美國跌得好急，跌得好勁，如果唔係跌500-600點都嘗試的話咧，港股呢邊有啲利好消息咧，會更加會抽上去啲。應該會補埋個裂口嘅，因為個裂口太大啦，即係上次3000跌落嚟個裂口。我諗起碼要補到去個保利加中軸。日線圖保利加中軸咧就係22258，你當22300啦嚇。大約呢個位應該會上得到。但係你話上到22300呢啲位會繼續上咧，機會唔係冇嘅。其實但係就唔大咧，原因因為佢有機會再落嚟先，再上來先上，嗰條線就會慢慢屈上去。如果你再上，咪屈得好急咯，唔似啦。所以其實我哋睇住22000點呢啲位至22300點呢啲位咧，其實咧你有啲貨即係如果你係長期擺就唔使理啦嚇。如果你覺得有啲貨有錢賺嘅，可以買咁啲作為一個即係逃生即係點講短期去逃生嘅一個位置嚟㗎嚇。如果繼續衝咁正啦。我哋唔使咁擔心啦。如果市有機會再抽上去啦。佢如果唔係咧，就會喺下邊呢度咧做少少咧 settlement 上落市。下邊個位咧，而家保利加個底部做緊19447，你當佢19500啊。所以其實個市就比較即係暫時應該話向住呢個方向做。第二個問題就問：喂，個市係咪真係會繼續抽一抽之後會大跌啦，唔會升得翻上去啦？如果你問我咧，就應該咁樣睇法嘅，就係我哋睇埋個恒生指數嗰個月線圖係比較即係重要啲。我哋講過啦，恒生指數嘅月線圖咧係比較睇得 long term 啲啦嚇，因為要成個月完咗咧先至咧係叫計數啦嚇。呢個 weekly 圖所以開錯咗。個月線圖其實我哋睇翻咧，而家係咧都係能夠咧今個月4月份跌得咁勁啲足咧，都喺嗰個月線圖嘅保利加中軸咧
九8758，即係18800呢個位呢，仲仍然企得到。咁其實應該我就覺得咁睇，喺呢個4月份裏邊，如果佢能夠守得到喺19,000點呢，我哋仍然當佢呢一個上升軌未穿嘅格局呢去睇個市。但係如果佢話今日彈完補完裂口就繼續落翻落嚟，落到去呢啲位呢，其實即係真係唔係幾好睇喎。落翻去接近一萬點講？落翻19,000點呢啲位置，就算唔穿啊，都唔係幾好。希望佢繼續呢。呢個點講啦？下禮拜咧，甚至期指結算之前或者甚至結算內咧，都係可以抽上去，抽好啲，即係整到呢條陰燭咧係收得最細為止，就做翻一條咧長嘅影線嚇。咁咧其實咁樣咧嗰個技術指標咧就會嚟得靚啲同埋有動力啲，即係起碼要做到呢啲啊。咁但係其實係下個月佢都跌啦呢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一來向下緊嘅形態啊嘛，其實我哋係一個雙底向上，即係呢個同呢個一個雙底向上緊嘅形態，有少少唔同嘅嚇。咁如果真係呢度能夠企得穩喺保力加個通道上邊咧，咁咪繼續睇翻好啲咯嚇。咁但係我哋以19,000點為一個大原則，4月份冇穿，咁個港股咧就仍然保持一個長線啲一個升浪，唔會咁快冧落嚟嚇。你話如果穿咗19,000點，大家就我覺得就真係要避避啦嚇。咁因為個保力加個低軸咧係去到14,484，即係14,500。咁你話會唔會係咁咧？唔出奇，因為始終除咗技術指標之外咧，嚟得太突然啊！特朗普呢一個關稅政策同埋做得咁狠呢，都會除咗技術指標上要睇埋實際 fundamental，即係經濟嗰個即係 fundamental 經濟效益嘅角度去睇個市場，因為始終有水分。咁你話突然間咁多國家因關稅而冇咗咁多生意，而啲公司嘅盈利賺少咗，亦都令到國家 GDP 嘅增長會低咗，亦都令到啲盈利少咗，咁你個股市自然就會跌咯嚇。咁冇辦法嘅，呢個真係大因素啊，唔係炒，即係唔係即係你炒到上嚟一個比較 major 啲嘅 core 同 major 嘅一啲 incident 嘅原因咧，令到個市場成個環球市場都係有depression 或者係有經濟蕭條嘅一個影響咧機會咧，咁真係會令到個股票市場唔會咁容易上到去嚇。咁 anyway 希望中國能夠即係企得穩啦，咁但係其實都兩敗俱傷㗎啦，咁樣打法。但係咁如果啲錢啲 retirement fund 喺美國有可以留得翻過嚟香港同中國呢，我哋呢邊呢，我哋仲有運行。如果啲錢都流走呢，就問水啲，好嘛？咁你又要講翻好多經濟理論，就有排講，因為你個 tariff 最後邊個贏輸都未知嘅。如果真係能夠咧，美國一個即係佢能夠威脅到嗰啲債主，同佢俾一個長期嘅貸款條件佢，即係話我就總之就我狂借你錢，你就唔好俾我還錢咧。咁佢最大嘅贏家都係佢，因為只有一個人可以印到全世界銀紙，就係銀紙，就係佢嚇。咁所以美國係真係根本係惡晒，因為佢識印銀紙嚇。咁 anyway 咁講到呢度先啦。咁純粹睇圖表先啦，唔好講呢啲經濟。譬如你如果上 YouTube 好多唔同嘅經濟學家都講緊，即係呢啲問題嚇。咁可以上去自己睇啦。我就覺得都唔會嘅。如果你話其他國家會同意佢喺即係遲啲 U 嗰度啲息同佢即係點講，即係同佢整個30年債券、100年債券咁遲啲還嗰啲，咁佢就有着數，但應該都唔會啦嚇。即係佢都好緊張個債券個市場咁因為借錢度日嘅國家咁如果長期有所有借
咁佢咪會贏咯嚇，逼佢倉還錢，咁佢咪輸咯，就係好簡單啫嘛。美國就係用呢招就搞掂佢。咁啊，十分幾鐘啦，咁啊下個禮拜記住睇住嗰個保力加中軸啦嚇，日線圖保力加中軸啦係22,200點，好嘛？22,200點，睇下會唔會能夠企得住22,258，睇下會唔會升得穿啊？咁如果升得穿咧，就應該個市會好啲。如果佢冇力咧，補完個裂口冇力落嚟咧，就睇翻個保力加日線圖嘅底部係19,000點，暫時19,000點。咁但係就因為而暫時19,500，咁其實嗰個保力加通道會喐噶嘛，兜得翻上去噶。我諗啊20,000點到啦嚇。咁樣睇法啦嚇，22,200至保力加底部19,000至2萬點。咁啊，今日就咁多啦，希望大家中意大時候交流呢個頻道。我嘗試咧，最後咧嘗試用 AI 咧，睇下會生成一啲圖片啊，有個公仔有講嘢啊。我而家仲學習緊啦，希望我能夠可以做到啊，盡快用呢種方法cut 靚仔啲圖畫俾大家睇下。大時候交流呢個新嘅一個即係模式同大家見面啦。好，下次再有機會，下禮拜再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個事，係咁先，拜拜。